歡迎大家出席由我哋資本雜誌舉辦環境社會及企業管治大獎暨非凡品牌大獎2025頒獎典禮。ESG 喺香港係一個重點，政府都宣布咗要成為亞洲嘅綠色金融中心，咁而政府亦擴大咗個範圍，銀行同保險界就算唔係上市公司都要行 ESG 啦。有學者用咗4萬份 ESG 嘅研究報告得出嘅結論呢，就係話做 ESG 嘅公司佢哋嘅 financial performance 咧一定跑贏大市嘅，尤其喺啲經濟環境唔好啊，都 proven 嗰個股價或者佢嘅 financial performance 都贏對手嘅。作為非凡品牌咧，亦都必須係喺 ESG 方面咧係有一定嘅承擔嘅。喺 ESG 領域上咧，不斷努力耕耘嘅企業咧，一定會係成為一個非凡品牌。特別係喺講求環保嘅年代咧，如果單話樹立一個品牌咧，而忽視咗 ESG 對環境、社會同埋企業帶嚟嘅全面影響咧，最終可能都係被呢個消費者淘汰嘅。喺度祝賀得獎企業之外咧，亦都係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努力喺 ESG 上邊咧係有更傑出嘅表現。